国际赛主会3001湾区第10专区20分区的主席陈永正，甲21分区17号上午联合所属的分会，以及台湾农特产品跨岸交流协会，甲这位师兄师姐，总监的直组顶人，是伫前往善化区的小新国小，共同捐赠10万过5000块的经费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帮助小新国小的课后社团。照顾的基金，是我们伟宏师兄啦哈，他是国小的家长会的理事长，像我们是国际狮子会哈，卢议会提起这个案件，小新国小关怀哈弱势的团体以及携手创在梦想起飞这件案子，所以说我们狮子会、卢议会号召20分会。比21分会所属的分会的一起来做这些善事。我们狮子会是完全在做社会服务的一个公益团体。那我们今天来小新国小这边，最主要是我们善化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农业地区。那我们还是很多隔代教养的血统，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份爱心来做课会，让一些小朋友能够受到课后辅导的一个学习，让他们能够更加有教养，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份栋梁，让他们能够成为真善美的一位社会的一个完人。学校回到这边来以后，学生数比较少，那我们整个经费呢，包括整个资源呢比较少。那非常感谢狮子会陈永正主席部分，还有许秀颖我们特别助理来发挥这个爱心，来协助学校。那希望呢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呢抛砖引玉。那最主要是说提供学校支持跟资源，让孩子可以学得更好，学得更多。非常感恩，非常谢谢。善化地区因为南区的发展，人口哪来哪增加。和原本的小新国小一条为二，大部分转到新设立的莲潭国中小，有28班；而原先留落来的小新国小，却只剩6班。甲南区新设立的学校比较起来，小新国小相对的比较较弱势。因此，透过家长会媒合，加促成狮子会联合捐赠。李校长谢庆煌会长嘛一一来颁证感谢状，感谢狮子会各分区加分会帮忙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